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7章，上主的话临到耶利米讲：你着去徛伫上主圣殿的门口，宣讲这个话。所有入来敬拜上主的犹太人，着注意听上主的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着改正恁的言行举止，安尼我就互恁住伫即块土地。毋通相信遐个白贼话，讲这是上主的殿，这是上主的殿，上主的殿伫遮安全啦。你若实在改正言行举止，伫人甲人的中间实行公平正直，无欺压寄居的出外人、孤儿寡妇，无伫即个所在无害无辜的人，无拜别个神明，甲家己惹祸端，我就要互恁永远住伫我赐互恁的祖先徛起的即个所在。恁看，恁竟然相信遐个无路用的白贼话，恁哪会用得偷窃、无害、奸淫、咒假纸，甲巴力烧香，去缀恁毋捌的神明？过来即间奉我的名去的圣殿敬拜我，讲阮有救啦！通继续去做遐个可恶的事。即间奉我的名去的圣殿，恁家己看做土匪仔窟是无？恁着知恁伫做啥，我拢有看着。上主安尼讲：恁去示罗看觅咧。古早我伫遐设立敬拜我的所在，毋过恁着去看。我因为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罪恶，安怎对付迄个所在？现在恁做这个代志，我一再甲恁劝诫，毋过恁拢毋听，甲恁叫恁嘛毋应。所以，我要亲像对付示罗安尼毁坏即间我所倚靠、奉我的名去的圣殿，以及即块我赐互恁甲恁祖先的土地。我嘛要甲恁对我的面前赶走，亲像以前我将恁的亲族以法莲的后代赶走相款。你毋免为着即个人民祈祷，毋免为着因大声哀求，嘛毋免退因对我恳求，因为我拢无要听。你敢无看到因伫犹大的城镇，甲耶路撒冷的街路伫创啥物？囡仔捡柴，老爸兄火，老母炒面粉做饼献互天父，搁甲别个神明献奠酒祭，超工惹我受气。上主讲，其实因毋是伤害着我，是伤着家己，害家己见笑。所以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我要将我猛烈的受气摒伫即个所在的居民甲动物身上，以及田野的树木甲土地的出产。我的受气会亲像大火，跌倒无人拍的花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恁献祭的时，做恁将烧化祭的肉掺做火食去。我带恁的祖先出来吉的时，我毋捌对因提起烧化祭甲其他的祭事，嘛毋捌命令因着安尼做。我简单甲因命令这样事，恁着听我的话，行我所命令恁的路，我就要做恁的上帝，恁做我的子民，通互恁事事顺利。毋过因毋听叹，毋注意听我的话，
反倒照因邪恶的心固执背叛我，若无改善，颠倒搁较歹。对恁的祖先出埃及到今仔日，我一再派我的仆人先知去因遐，毋过因犹原毋听，毋注意听我的话，颠倒疑心固执，比因的列祖做搁较歹的事。耶利米，你着将这话拢甲因讲。毋过因袂听，你安怎甲因叫？因嘛袂甲你应。你着甲因讲，恁即个民族毋听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毋肯受教示，恁中间无阁有真实，恁的喙连一句诚实可靠的话都无。耶路撒冷啊，着剃光头，甲头毛削角，着伫树仔错了了的山顶唱哀歌。上主已经将惹伊受气的世代放煞啊！犹大的人民做我看做邪恶的事，伫敬拜我的圣殿采可恶的偶像，甲即个殿拍拉山。上主安尼讲：因伫希伦珠山谷去多菲特的山头坛，烧因的囝儿献做祭。我毋捌命令因做即款代志，连想都毋捌想过。恁着知，时日一个到，迄个所在袂阁叫做希伦珠山谷，也是多菲特，要叫做屠杀的山谷，因为别位无够所在埋葬死人，因会伫多菲特大神师上主安尼宣告：即个人民的尸体会诚做空中的白鸟，甲地上的野兽会食物，无人来甲因赶走。迄时，我要互犹大的城镇甲耶路撒冷的街路，完全无欢喜快乐的声，无阁有婚宴喜庆的声，因为即个地要变做荒埔。